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神的国度在地显现》，我是常一。本期节目将继续报道综艺汇演赞美之声的彩排实况，记录美洲、亚洲多国全能神教会基督徒在创作、排练和拍摄中的真实经历与收获。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报道了来自欧洲、非洲和大洋洲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在筹备2026年综艺汇演赞美之声节目时的经历和感受。有的经历让人备受鼓舞，有的经历让人不禁动容，流下感动的泪水，有的经历让人深受启发，深受触动，有的经历让人印象深刻，终生难忘，有的经历让人看到了神话语的力量，对神的信心加增，感受到了神对人的爱和眷顾，有的经历让人看到了神的奇妙作为，感受到了神的主宰，神的全能。在这些平凡的经历中，他们有了不同寻常的体验，得着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获得了宝贵的生命财富，同时也让我们深深体会到，我们无论置身何处，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当我们真心呼求神，愿意满足神的时候，神必会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神的话语也会随时随地供应我们，不但让我们能从神得着信心和力量，也让我们知道做事的原则和方向。通过我们近距离接触这些参演的基督徒，聆听他们讲述参与汇演的亲身经历与感受，让我们有幸感受到神的做工是那么的真切与实际，也让我们有幸一睹神主宰一切的超凡能力，不由得让我们从心里印证，神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神就在我们身边，陪伴在我们左右，带领我们，做我们随时随地的供应与帮助。当我们无助彷徨的时候，当我们消极软弱的时候，当我们面临难处止步不前的时候，当我们失去信心想要放弃的时候，是神在暗中加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信心，鼓励我们，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当行的路，指引我们方向，引导我们一步步走出困境。当我们找到方向，走出困境，不再消极迷茫，当我们从神获得信心，刚强站立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感受到神赐予我们的感动、喜乐与平安，认定只有神是真理、道路、生命，神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带着这一份感动，今天我们走进了美洲与亚洲全能神教会基督徒汇演节目的排练现场，对当地基督徒进行采访。采访中，我们了解到他们在这一次综艺汇演的排练中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处。有的基督徒年事已高，腿脚不便，有的在排练舞蹈时不慎受伤，有的在彩排当天仍在病中。他们累了困了就在椅子上打个盹儿，饿了渴了就赶紧喝口水，天气炎热晒伤皮肤也不放弃，身体有伤痛，服药之后依然咬牙坚持。临到难处，导致工作不能顺利进行，大家和谐配搭，寻求神话语帮助。消极软弱的时候，大家互相扶持勉励。终于，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付代价，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在神的带领下顺利有序地进行排练与彩排。下面让我们一起观看记者在排练现场的最新报道。首先，我们将镜头转向美国佛罗里达州，当地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将在汇演中带来一首庄严而有力量的合唱。这首歌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这首歌让我对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看得更清楚了。
现在灾难越来越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灾难接连发生，火灾、飓风、地震、火山喷发、战争、中东的饥荒，这些都是神早已预言过的事情，也是圣经中所提到的生产之难。我觉得我们应该像聪明的童女一样，存着一颗寻求的心。我们很有必要认真思考这件事，像那些迎接到主的人一样，有一颗渴慕的心。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演唱这首诗歌，分享神的话语。这些神话语都是我们应该注重的。拍摄当天在户外高温下长时间站立，这非常困难。你是怎么经历的？ It was pretty difficult. 对我来说挺有难度的。我年纪大了，膝盖一直不好，长时间站立对我来说很困难。但我真的很享受这个过程，能为神做一点事，我感到非常开心。哪怕我所做的事情再小，我也很享受。现在我做的是通过唱歌让人们听到神的话语，我不觉得辛苦，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所爱的神。当我们参与其中时，就会想到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想到他为了拯救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再看我们所付出的其实根本就不算什么，只是想环抱神的爱。对我来说，最大的难处就是站立。我的2个膝盖都做过手术，所以我多次向神祷告，愿神带领我。弟兄姊妹们也帮助我，在我需要的时候拿椅子给我坐，我渴了就给我送水。我很喜欢大家在一起和谐配搭尽本分。是的，我也是。刚开始排练的时候，我们只是努力学习怎么唱这首歌，比如如何正确发声和掌握口型大小等。一开始我没有感觉自己在见证神，因为光是理解这首诗歌的含义，学习唱这首歌和站好队形就已经有些难了。后来我们彼此之间慢慢建立起默契，互相了解各自的旋律，也在逐步学习怎么唱这首歌。最后当我们一起拍摄的时候，大家齐声歌唱，所有人的声音都融为了一体。这时我确实感觉我们在共同为神做见证。能够从诗歌中领会到神的心意，并用唱歌的方式让大家明白，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我感到非常高兴。能够尽这项本分参与此次合唱，为全能神做点事情，我们觉得特别荣幸。一开始你对唱歌和拍摄有没有顾虑？我的确有些顾虑，我觉得自己既没有副好嗓子，长得也不是很上镜，这些自卑和负面的想法就一直往外冒，所以我对参加这次合唱有些犹豫。但是我想到一段全能神的话，有的人跳舞跳得挺好，但一唱歌就跑调，五音不全，这是天生的，改变不了。这种情况你就得正确对待，你能跳舞就把舞跳好，你有赞美神的心，即使唱歌跑调，神也不嫌弃，你心里有享受就行。个人无论有哪方面特长，能发挥出来就好，把自己该尽的本分能认真的尽好，这就是本本分分的做人了。阿们。揣摩着这段神的话，我明白了，神的要求不高，这个我是可以做到的。我可以解决内心的害怕和自卑，那就是用专一的心赞美歌唱，用歌声赞美全能神。想到这里，我心里就感到踏实平安了。与此同时，美国北加利福尼亚全能神教会正在准备诗歌演唱节目。主唱巴里·加林多弟兄是一位拥有多年演奏经验的音乐人，此次参与了这首诗歌的编曲。That the song title 歌名《一颗忠心献给神》
很触动我的心。我追求能够有一颗忠心可以献给神。我知道这也是所有弟兄姊妹的追求目标。出于这个原因，我选择唱这首诗歌。同时呢，这首歌的旋律也不难，所以大家都可以一起参与唱，并让大家能够借着歌唱表达追求爱神的心志。我想说，通过这次表演，我学会了依靠神，以及不要凭己意尽本分，我就单单依靠神。这方面让我最有感触。我也是通过依靠神解决难处，完成本分的。这首歌的内容很好，是关于彼得追求爱神、满足神的心志。回想自己的经历，我发现自己对神的爱还不够。有很多时候，在尽本分时，我选择满足肉体的欲望，而没有满足神的心意。我觉得这首诗歌很符合我的情形，我相信它也深深触动了我们每一个人。镜头从美洲启程，抵达印度昌迪加尔。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正在排练一支由他们自行编排、具有印度风格的舞蹈。该节目自今年7月初开始筹备，为了更好地表达对全能神的感谢和赞美，参演的基督徒在排练过程中多次对舞蹈编排进行调整与完善。这个节目与其他的节目都不同，它展现的是印度风情，它也让人看见国度时代的教会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在练习舞蹈的时候，我们没有同心合意，遇到了很多难处。姊妹们的舞步也不协调，我们跳得一团糟。我当时情绪很低落，我心想，我可能不该参加这个节目。后来我读了一段全能神的话，全能神说，神不做，人再有能耐也没用，这事得看透。你得相信一切都在神手中，人只是配合。阿们。在这些话上，我反省自己，感到羞愧，意识到我们表演舞蹈都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我们依靠的是自己，而不是神。我才明白，一切确实都在神的手中，人只能配合，除此之外做不了什么。这些话语给了我鼓励，我从神得到了新的亮光，感谢全能神。后来有一个跳舞的姊妹脚受伤了，不能再跳了。彩排时，姊妹们跳得也不好，我很失望，也很沮丧，心想，明天就是正式拍摄了，该怎么办？我向神祷告，神啊，我们真心想为你做这些事，我们依靠你，没有你，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把一切都交托给神，放下了所有的焦虑，全心地投入到本分中。我知道，只要我们怀着真诚的心，无论临到什么难处，全能神都一定会帮助我们。在最后的拍摄过程中，我亲眼看到了全能神的作为。我看到姊妹在完成每一个舞步的时候，忘记了所有的痛苦，全身心地投入到本分中。那个时候，我感受到了全能神的爱，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这样的爱。这件事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目光投向拉丁美洲，我们来到热情洋溢的墨西哥。墨西哥全能神教会是第一次参加赞美之声综艺汇演。在排练过程中，你有遇到一些难处吗？1周前排练的时候，我生病了，喉咙痛、咳嗽，我有点担心，因为离演出只有1周时间了。我就在心里向神祷告，我想尽好今天神给我们的这个重要本分。在最后彩排的时候，我感觉不舒服，身体酸痛，眼睛也发沉，感觉好像要晕倒了。我环顾四周，看见弟兄姊妹们都很激动，
准备演唱这首诗歌为神做见证。我就在心里祷告，求神带领我。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虽然生着病，我也要尽全力把这个本分完成。最终我们顺利完成了彩排。有那么一刻，我忘记了自己还病着，因为我只想要尽好本分满足神。我感觉得到了一个最宝贵的经历，也愿意在以后更多的尽本分。阿们。我败坏太深了，要我顺服下来跟别人配搭很难。我习惯了自己一个人做事，一个人行动。一开始当我得知要跟一位姊妹配搭时，我很难接受她来指导我。通过吃和神的话，我明白了得跟弟兄姊妹和谐配搭，尤其是临到一项需要大家一起配搭完成的本分时。是神的话改变了我，神的话触动了我的心，让我明白我得顺服，因为这是神的要求。这个环境不是出于弟兄姊妹的，而是出于神的。既是出于神，就应该顺服神。是神带领了我，让我能跟姊妹配搭尽上这项本分，为此我感谢神。阿们。接下来我们来到菲律宾全能神教会汇演节目的排练现场，基督徒正在认真投入排练，进行合唱练习。Yung lyrics na part na 最打动我的歌词是这句苍天与人永享安息。我看到了世界的现状，也在上学和工作的时候真实经历过世上的艰难和痛苦。通过这首诗歌，我明白了神盼望人类能与他一同进入安息，这就是这句话打动我的原因。我也看到如今还有许多人在受苦，因为他们离神很远。这首歌给了人盼望，歌词告诉我们神为人类预备了美好的归宿，只要人愿意寻求神，接受神的拯救，就能得到真正的安息。一开始收到邀请时，我真的不太想加入，我觉得自己的水平够不上合唱团的要求，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所以我找了很多理由推脱。后来我反省自己，想到了摩西的经历。当神差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他也有一点顾虑，他觉得自己拙口笨舌，担心无法与法老对话。但神告诉他，神会赐给他当说的话。摩西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这也是我决定接受邀请加入合唱团表演的原因之一。当然我也想到了全能神的话，全能神说，你得相信一切都在神手中，人只是配合。神的话语也激励了我。阿们。与此同时，菲律宾班师兰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也在为汇演做准备。莱卡姊妹是第一次参加汇演节目。这次我准备分享我个人的经历，关于我如何放下对属世地位的追求，选择追求真理，跟随神的道路。我在排练时遇到了一些难处，虽然我分享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但在讲述时，我还是常常出现口误。眼看着拍摄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感到压力很大，担心自己可能完成不了拍摄。我向弟兄姊妹敞开了我的难处，他们跟我分享了经历，同时也指出了我的问题。我在分享经历时有不对的存心。我反省到自己在排练时没有向神寻求帮助，我也意识到我的存心是想给弟兄姊妹留下好的印象，想让他们对我刮目相看。我走的就是追求地位的错误道路，与神的心意是背道而驰的。我就跪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带领我。在此排练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敞开，揭露自己的败坏，他们也给我提出建议，帮助我更好的发挥。后来虽然我还是会有口误，
但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紧张了。阿们，感谢神。加拿大、台湾、泰国和委内瑞拉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也参与了此次汇演。彩排现场，基督徒如家人一样彼此鼓励与扶持，互相配搭，同心合意地赞美神。在此过程中，每一位参演的基督徒都有不同的经历和收获。当我得知要唱这首神话语诗歌的时候，我就揣摩这首歌的歌词。我意识到我还远远达不到神对我们的要求，心里就感觉有一些软弱。我就琢磨，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达到神的要求。这首歌里有一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全能神说，在现在经历神做工这个时期，让人追求真理不是难为人，而是人能达到的。一方面，神这样要求是恰到好处；另一方面，人也有足够的条件与基础追求真理了。阿们。神鼓励我们追求真理生存下来。神说，这是所有人都能达到的。虽然我还差很远，但如果我努力追求真理，我是能够做到的。能认识到这些，我特别感谢神。就是好多细节的部分哦，就是会觉得说好像自己都做不好。可是呢，在这当中，姐妹也是跟我交通，她说神啊，并没有要我们说做到很完美。其实神看的不是这个哈，他看的是你那颗心有没有尽心尽力，有没有去做。其实当你有尽心尽力的时候，神他是会做工的。我就感受到，就是说，神的爱在我身上，这次真的蛮大的一个收获。是的。弟兄姊妹们在准备这次节目时都非常认真用心。我看到来自各地区、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身份的弟兄姊妹，为了尽好本分、满足神而聚在一起，为完成好神的托付，大家都发自内心地向神献上祷告，彼此之间同心合意，没有隔阂，都在本分上尽上自己的一份力。这让我印象很深刻，很感动。感谢神。在唱这首诗歌、学习歌词时，觉得这首歌与我们息息相关，因为我们经历了2个时代，恩典时代和国度时代。这首诗歌让我想起了很多过往。我曾经是一名牧师，在恩典时代度过了33年，体尝到了主耶稣的怜悯。如今我在国度时代已经2年了，在这2年里，我所明白的比我在恩典时代33年里得的还要多。如今还有许多人仍然停留在恩典时代，不知道国度时代早已来到。我们能看到全能神就是主耶稣的再来，感谢神的怜悯。希望更多的人能像我们一样进入国度时代。愿一切荣耀归于全能神。阿们。接下来，我们来到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当地基督徒正在用心排练神话与诗歌。我们准备了一首非常动听的诗歌。在这首歌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奇妙作为，神对人的爱。所以我希望大家用心准备的这个节目能够被世界各地的人看到。这是我们国家的弟兄姊妹第一次参加汇演。对我，对所有参与这个节目的人，以及对整个厄瓜多尔教会来说，这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听了这首诗歌的歌词，让我感受到造物主对人类的爱，明白了神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即使我们不能理解他或感受到他，但神每天都与我们同在。歌中唱到，他不曾离去，不曾消失，他一直与人类朝夕相伴。这句歌词让我明白了神拯救人的心意。阿们。是的，这首歌有一些非常感人的地方，因为通过这首歌，我们可以看到造物主对人类的顾念。
尼尼微城的人被撒旦败坏至深，但是在他们悔改之后，神依然顾念并拯救了他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太大了，感谢神。在排练期间，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难处？是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难处。比如在把握节奏的时候，有些人唱得快一些，有些人唱得慢一些，这就导致节目效果不太好。我想起了一些神的话，你得相信一切都在神手中，人只是配合。人如果有真心，神会看到，神会为你开辟一切出路，什么难处都不是难处，你得有这个信心。我明白了，我们只管与神配合，只要我们的心是真诚的，神会为我们开辟出路，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最终彩排结果非常成功，感谢全能神，阿们。韩国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为这次综艺汇演带来了一首神话语诗歌。彩排现场，弟兄姊妹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几个月前，独唱诗歌的本分第一次临到了我。说实话，那时候我贪享肉体安逸的心特别重，所以我拒绝了这个本分。后来有一天在聚会交通神的话时，这段话深深刺痛了我的心。全能神说，信神不能顺服神，这是最大的过犯。如果你拒绝尽本分，或者总嫌苦怕累，这就是没有良心理智的人，你不适合尽本分，你可以离开。到有一天你意识到了，不尽本分就是拒绝造物主给你的托付，就是悖逆神的人，没有良心理智。意识到信神应该尽好本分，这是必须的，那你就规规矩矩的把你的本分尽好，这就有顺服了。阿们。我明白了，神是通过人尽本分来成全人、洁净人。如果人不尽本分，绝对得不着真理。那一刻我茅塞顿开，第一次认识到，原来尽本分不是简单的去做一件事，而是神为了拯救变化我所赐给的机会。我就向神祷告，神啊，我错了，我没有体贴你的心意，我为了追求暂时的肉体安逸，站在撒旦一边，让你失望了。神啊，从现在开始，我愿意在你交给我的本分上尽上全力。没过多久，独唱诗歌的本分又一次临到了我。于是我又祷告神，神啊，感谢你。我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这次唱诗歌的本分对我来说，不是简单的一场演出，而是神再次赐给我实行真理的机会。感谢神。来自中国的基督徒将用一支具有中国特色的秧歌舞，表达他们对全能神由衷的赞美。其实秧歌它是一个很亲民、接地气，让人心里很得释放的一个舞蹈，就是它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也没有任何的束缚，所以我们选择秧歌来表达我们内心对神的赞美。我们融入了一些民族民间比较有特征的动作，像蒙古舞啊、新疆舞，包括还有二人转里面的手绢转花。另外呢，我们还融入了一些比较生活化的动作，让我们的秧歌看起来整体更生动一些。希望各国弟兄姊妹在看到我们的秧歌节目之后能够喜欢，然后也能跟我们一起来扭秧歌。是的。2026年，我们一起重新尽本分。All glory be to Almighty God. Amen. May God lead us. See you at the performance showcase. Gloria a Dios Todopoderoso. Que toda la gloria sea para Dios Todopoderoso. Bendiciones.
Desde México les invitamos a que no se pierdan el Festival de Año Nuevo. ¡Gloria a Dios Todopoderoso! Hello, Manapapari, Makita Pita Tayo sa isang pagtatamhal para sa darating na bagong taon. 由于时间关系，现场采访报道只能播报到这里。虽然我们离开了现场，但是在现场参加排练的基督徒，他们的每一次笑声、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依然历历在目，也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中。他们的单纯敞开，他们受苦付代价的心智，愿意为神献上微薄之力的诚心，临到难处祈求神、依靠神的真实信心，以及愿意接受神话语、实行神话语的实际行动，都深深打动着我们，感染着我们。每一个节目的背后，既有基督徒的汗水与付出，也有神的恩待与祝福；既有人的努力与配合，也有神话语的开启与带领。他们既是人努力的结果，也是神话语做工的成果。虽然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在我们漫长的蒙拯救的生命历程中只是沧海一粟，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还很幼小，远远够不上神的要求，但是我们相信，他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他们生命历程中最难忘的回忆，也是必不可少的生命历程，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珍视保爱。我们也相信，只要我们在追求蒙拯救的道路上百折不挠，永不放弃，我们在真理上的收获就会积少成多，涓滴成流，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一天天的长大，总有一天，我们就能成为像约伯一样的人，敬畏神，远离恶，让神喜悦，让神满意。最后，让我们为所有参加这次演出的基督徒鼓掌喝彩，让我们一起加油！感谢神的带领，一切荣耀归于全能神。全能神教会综艺汇演赞美之声将于2026年1月1日正式播出，让我们共同期待。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继续关注新时代，我们下期再见。